行政長官發表明年嘅施政報告前，繼續約見社會人士聽取意見。有與會人士指政府會考慮調低物業印花稅。陳麗靜報道。會計師公會會長何美華喺出席最後一場會議後表示，與會者提出咗多項建議，包括要求金融投資業界設立牌照制度同專業守則，以提高業界專業資格；增設中小企周轉貸款機制，保障中小企遭遇貨物拒收或者突發問題時有足夠資金應變；以及非一刀切咁收緊外勞政策，讓部分專業服務繼續支持本澳發展等。佢又透露，政府有意調低物業印花稅，但係其實咧，面對緊而家嗰個樓價嚟講咧下滑咧，其實好多買樓嘅人士咧都會對於個嘅物業嘅印花稅仍然係3.15%咧係偏高。咁個人都認同呢度其實應該係有調低嘅空間，使到真係置業嘅人士嗰個負擔唔使咁重啦嚇。尤其是你知道銀行按揭已經又減低啦。另外，醫學界人士陳奕立就提議建立類似醫務委員會嘅部門，推動醫療發展並加強中西醫統籌。而經濟學會會長劉本立就引述特首話，期望澳門人實事求是，理性思考未來嘅方向。佢覺得話有時就係會壞事變好事，化危為機啦。希望係大家即係亦都係一種讓我哋有機會冷靜翻落嚟，去諗一諗我哋以後應該點樣去做咯。佢亦表示，會議中亦有討論對中小企作稅務寬減嘅考慮。澳門電視台記者陳麗靜報導。